来继续来到南投埔里的虎头山地理中心杯的园区，这个整建的工程举办着启用的典礼，期待未来会当来带动大埔里地区4个乡镇观光旅游的发展。 埔里镇虎头山地理中心比园区日管处经过冬外整建了，总算落成启用。这里是日月潭这个北区的入口，同时也是前往清境合欢这一带的旅游轴线的一个必经之路。 为了带动大埔里4乡镇的观光旅游发展，经过整建的园区，这个成果让人真肯定。整建之后呢，我们这里可以刚好以一个辐射的方式来做一个旅游带的串联。日管处已经开7000万的建设入去，期待争取更加侪经费来建设埔里镇。为了打造优质绿林示范风景区，高雄部观光局打算伫112年到115年，将会开1亿2000万的经费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